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3，旧历的11月初8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农粮署推广台湾米，举办炒饭比赛，总共有171间的餐厅来参加。这个比赛分做创意组甲经典美味组。农粮署阁有规定哦，这个比赛的米饭一定都要用有产销履历的白米为主。 就是要让更较侪人食到台湾米。这个比赛的结果到底是谁摕到炒饭王呢？咱做伙来看。大火快炒3杯鸡炒饭，内面加一麻油，也阁有姜蒜头表香。最后甲炒饭包入去面粉皮内面，甲麻油的香味拢锁伫包仔内，这就是创意的包炒饭。另外，传统经典的肉丝炒饭。 用这大件9号米，加上家己做酱汁拌拌炒炒的麻油，就是美味的秘诀。两间炒饭分别摕到今年农粮署的台湾炒饭王比赛冠军。我们有试过小笼包啊，或者什么，可是小笼包的皮会比较硬，然后后来用包子的话会比较松软，让人家吃起来不腻口，吃得一口接一口，欲罢不能而已。 这次比赛总共是171间的有名饭店甲小食业者推出225种的炒饭比赛，最后总共24组进入决赛。参赛者若是甲地方特色炒入炒饭内面，全国赛会使用产销履历米作为食材。希望我们的餐饮业者能够来响应。 买好米，做好米，然后来卖好米。那也希望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到台湾的冠亚季军，而且还有这些家做的炒饭。真好食、真可靠的经典炒饭，买做成冷冻的料理包，民众伫卖场嘛拢买会到。若是食会到伊的美味，嘛互民众爱到优质的国产稻米。